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来学了咱主咱上帝。我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鹿羡慕溪水。做伙来。我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鹿羡慕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仰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快乐典范，我心灵多多要降乎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仰慕来敬拜你。我的心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鹿仰慕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仰慕来敬拜你。对咱的上帝讲，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快乐典范，我心灵多多要降乎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仰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快乐，你是我的快乐典范，我心灵多多要降乎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仰慕来敬拜你。我仰慕，我仰慕来敬拜你。今仔咱要来献上咱的感谢，来到主的面前，也承认咱可能有一寡遮的。也无认捌上帝，无按照的心意来行的，咱用主的话先安尼来讲。既然好的赏赐甲完全的恩赐，拢是对顶面、对正行光的飞落来，伊无变换，也无转世的影。伊照家己的意思，捌用真理的道生咱。要互咱伫伊所做的中间做亲像头水的果子，因为人会受气，无听上帝的义，所以恁拄去拢做渣甲过野的恶毒，要用温柔来接纳所种伫内面的道理，就是会救恁的灵魂的。兄弟姊妹，咱要来学了这位上帝是啥物？赏赐逐项好的恩赐的主，伊嘛是真的光的源头，伊是生命的源头。伊用伊的真理伫遮来生咱，伊是咱的啥物？咱的天父上帝。所以念伊你咧学了，你咧祈祷你是赏赐逐项好物、逐项恩赐予阮的上帝。咱嘛要承认讲，求圣神来帮助阮。会当脱离一切无下上帝的迄个思想，遮污秽、邪恶的遮念头，用心伫遮来领受上帝的真理。兄弟姊妹，咱这时阵，咱来学了咱的主，也恳求上帝来帮助咱开声来祈祷。先来主上帝，阮感谢你，你是赏赐逐项招美恩赐、逐项好物的上帝。互阮会通伫遮来享受，会通伫阮欠过时，你来补满；伫阮今日黑暗时，你的光来照阮。
也互阮用你的真理来帮助阮行伫你稳定的道路。愿主你的圣神来光照阮，离开黑暗，会通进入你的光，会通互你稳定满满充满伫阮的中间。让阮的祈祷恳求，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光，你是光的源头，你是生命的源头。你嘛要将逐项的好物、逐项好的恩赐，要来赏赐予敬畏你的囝儿。愿主你来赐阮，互阮伫即个稳定的内面，阮知影安怎伫遐掠条，因为你用真理来生阮。用真理来教导阮，会通行伫主你的福气内底。总是阮知影，这个世上有侪侪遮的黑暗、遮的引诱、遮的邪情私欲，咧引诱阮离开伫你的稳定。愿主圣神来感动阮，来活动，会通行伫主你为着阮备办有油得地的道路。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请坐。兄姊妹，咱也为着咱的需要来祈祷，咱做伙来读上帝话，安尼讲：耶和华，求你唔通对我停止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甲诚实常常保护我。咱将咱的需要摆咧伫主的面前哦，伫咱的心神的健康、心灵有当时啊，迄个惊吓、空虚。咱也为着咱的感情、婚姻、产业、疫情冲击咱的工作，也是事业。囡仔的开学哦，为囡仔头一遍去到学校哦，这老师、朋友、同学，咱为着这囝儿孙来祝福、来祈祷。敬畏上帝是智慧的根本。咱也免为着安怎人甲人的关系哦，亲子的关系。咱恳求上帝来说，伫这场的中间有好的关系吼。我要邀请咱伫这个祈祷的中间，用主啊，邀请你做我灵的主，思想、感情、意志、身躯的主。你若袂晓祈祷，你用安尼讲，主耶稣，我邀请你做我灵的主，你就属圣神甲圣神的连结。咱换手伫咱身躯感觉无啥爽快的所在。咱手换咧，祈祷主啊，你医治到我啥东西欠缺，主啊，你供应，你为着阮开道路。如果这个时阵你若有需要，你会通原地徛起来，有同工会为着你来祈祷。咱做开声来祈祷，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愿奉你名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稳定的宝座要赏赐阮，找求你的会通捌你，互这个欠缺会通得到补助，互行无路的主你来引传头前的道路，最后也帮助互因伫因人生的道路中间排除这个坎坷，排除这个窒碍，愿主你来赐福帮助，互这个咧敲找你的会当找到拍门的为着因开门，感谢主。医治的关联供应到遐，拢是主你会通处理。特别上帝，阮感谢你，阮奉你的名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你捌阮，你知影阮。当阮找求你的时阵，求你显明你家己，互阮认捌。你是迄位创造宇宙万物、赏赐人生命，透过阮的敬虔敬畏。你就将你的慈爱、你的信息来向阮显明。你知影阮身躯心神的软弱甲欠缺，你知影阮行无路的时，无法度靠阮家己气力来赢过时。你在等待阮对你来恳求，你也准备好用各样的好物来祝你的囝儿的心愿。愿主你医治的关联，你供应到也有春的稳定，临到伫阮的兄弟姊妹中间，引带因行出一条新的出路。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
最后咱要为着礼拜来祈祷吼，咱无论是线上也是伫实体，咱嘛有无道的伫咱中间，咱恳求上帝帮咱，透过伊家己的真理开拓咱的心。咱用主的话做伙来讲，既若求救耶和华的，耶和华甲因亲近，就是亲近遐的诚实求救伊的。因为伊要听因的心所爱，也要听因的求救来拯救因。上帝要听咱的祈祷哦，吼，也有诚心求救的，就要来引带来拯救因。咱会当为着牧师这团队吼，中职团队来祈祷。咱为着这个礼拜中间吼，咱甲上帝关系，透过听道理。互咱听有，互咱明白，互咱真做稳定的行字。今日为着台湾圣经公会的事工经费来祈祷，甲伫遮来奉献吼，咱有感动咱为你奉献。咱对这礼拜六开始到礼拜，咱有临时和会选举，咱的会员，请咱注意咱为着。这选举当顺序，咱也为着咱教会有这友爱基金、友爱基金吼，就是看见这个困苦，看见这个欠缺，伫迄个急难的中间，咱透过这个基金来帮助这个有需要的人，也互因会通伫这个欠缺中间，拄到这个紧急的灾难的时，透过教会来祝福，互因感受上帝的慈爱。上帝怜悯，咱也为着这个新冠肺炎在传染中间，又出来保守咱脱离这个黑暗的毒害。感谢主又愿继续保守咱有这个疫苗这个证书会通差不多一直在提升，即马目标是6成，提升到6成、6成可能有一寡这个措施到的会当搁较侪人来教会做礼拜。即摆已经有较减少这个措施所以咱无搁限制1栋100个，伫每一站拢会通伫遮最近已经有放松咱嘛真期待安怎会得搁降级啊。总是咱的指挥官讲啥，若要脱口罩是搁无可能啦安尼所以咱保护咱家己。好，咱这个时阵，咱做伙起立咱做伙起立，咱来祈祷，咱求上帝来帮咱，第一无恶正的事，第一无无可能的事啦咱恳求上帝，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你无恶正的事，主啊，世上在变化，阮无法度掌握，总是主拢伫你的掌握的中间，愿主你来说帮助我。我的兄弟有信心来寻求你，欠缺中间来补满，也要在中间拄着你，也互阮甲主你关系有好的关系来建立，也阮伫你面前会恳求，供应阮的日食，互阮有够业。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透过主日的礼拜，阮通甲你有好的关系。透过主上帝你的话，互阮明白你对阮每一个人救恩的计划，也透过阮的恳求代祷，也互遐软弱的肢体会通伫遮来得到建立，信心会通愈来愈勇壮，也互阮会通同行伫主你天路甲稳定的道路。天父上帝，阮即时也要同心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伊国权能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就对上帝唱新的歌，全地拢对着上主唱歌，
对着上主唱歌，懊恼伊的名，因为上主至大，应该是有极大的懊恼。兄弟姊妹平安，平安。咱即马做伙来用我来祝福你，这首歌来互相祝福。日落的心情，灿烂的笑容，平安的祝福。规划的境界，有主的同在，咱无搁受灾害。上帝手赐福气，互咱稳定满满心。咱爱彼此相听从，彼此祝福咱的将来。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上帝恩典这呢大，感谢唱出喜乐歌。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人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甲咱听命命。心情灿烂的笑容，平安的祝福。开阔的境界，有主的同在，咱无搁受灾害。上帝手赐福气，互咱稳定满满心。咱爱彼此相听从，彼此祝福咱的将来。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上帝恩典这呢大，感谢唱出喜乐歌。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人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甲咱听命命。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上帝的恩典这呢大，感谢唱出喜乐歌。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人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甲咱听命命。听命命，人生的希望，人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甲咱听命命。兄弟姐妹，请坐。主，你行引带阮行正路，无论是欢喜还是艰苦，拢有你伫咧保护。这就是你所想事的恩典的路。你是我的主，因带我行正路，欢喜也艰苦，拢有你的保护。万人中只有你把我搁听我，永远无变的应允，这一生拢是祝福。一步搁一步，这是恩典的路，你听
这是毋茫的路，你听的手，带我行这人生道路。你是我的主，因带我行这路，欢喜也艰苦，拢有你的保护。万人中只有你捌我搁听我，永远无变的应允，这一生拢是祝福。一步搁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你听的手，牵我无行错路。一步搁一步，这是毋茫的路。你听的手，带我行这人生道路。一步搁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你听的手，让我无行错路。一步搁一步，这是毋茫的路。你听的手，带我行这人生道路。一步搁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你听的手，牵我无行错误。一步搁一步，这是毋茫的路。你听的手，带我行这人生道路。你听的手，带我行这人生道路。感谢主，在全世界这个疫情中间，你予咱台湾每一届拄到危机，拢真顺利来度过。这就是主，你有愿望，你有毋望互阮，不管是顺还是逆，拢有你伫个。阮献上阮的感谢。为这个土地，我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哪更全地遍照。为这个城市，我谦卑憔悴。愿主的我名，临到这的百姓。愿全能我把天地，愿你国降临。愿所向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愿全能我把天地，愿你国降临。愿毋忘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为这个土地，我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哪个全地遍照。为这个城市，我谦卑憔悴。愿主的我名，
双向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望甲喜乐，永远定咱心中。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双向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望甲喜乐，永远定阮心中。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双向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望甲喜乐，永远定阮心中。愿望甲喜乐，永远定阮心中。当心来祈祷，阮的天，伫阿爸上帝，你将阮放伫即块土地，有你特别的心意，互阮为着台湾来祈祷。虽然阮伫国际受到排斥，受到中国的压制，总是主你犹原无弃杀阮。你犹原互阮会通伫这世界中间，虽然有苦难，虽然有侪侪遮的窒碍，你犹原保守看顾，互即块土地的百姓会通认捌你。总是阮知影，还佫有真侪遮的同胞，也毋认捌你，也无伫遮来倚靠你。阮为着因来祝福来祈祷，互因会通拍开心门。认捌你是迄位创造天地万物、赏赐阮活命的上帝。愿主你来赐阮，除去这个创伤，除去这个心的这个困迫，互囝仔劳苦担会通就近你，会通得到安息。愿主赐阮下面的时间，有主你的话来引带阮，正做阮脚前的顶路上的光。你的圣神来帮助阮，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真理，互你的真理叫阮的心得到自由。当心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弟兄兄弟，大家平安。咱中间毋知有头一遍来，甲咱做伙来做礼拜的兄弟也无。若无，咱先来看周报的消息。这个主日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请咱兄弟为着圣经公会来关心、代祷、甲奉献。因为疫情的需要，有缘伫即个第二集不过有放松最近的新的消息就是，咱规栋无限制伫100个，会当分流站安尼咱财团法人董事长对啦这是上新的迄个不过咱的指挥官嘛有小可有过如果会当提升到这正主到6成嘛有真可能过来降级，所以咱为着即个会当伫这来祈祷。咱伫第4页，咱有各种的这聚会的时间。咱伫主日礼拜，咱有2场，拜六暗时有1场，所以咱有时间的限制请咱按照这时间，拜三有祈祷会
啊，咱的儿童若安尼有小可放松，咱嘛真期待讲遮个囡仔会通早一日来到教会来做礼拜。咱的就间的聚会、上年大学吼，拢请咱家己来看咱的一寡消息吼。咱的据点还阁爱等政府的通知。咱正到教会，请咱游园是遵守遮个防疫的规定。咱因为面对即个新冠肺炎的疫情第2级的警戒吼，所以咱的和会这边较特别。咱对拜六的总投票数，甲礼拜的总投票数，即礼拜六就开始啊吼。所以线上的兄弟，恁若无来到伫教会吼，咱会请咱的会员爱注意吼。咱即个2天的投票数来总共的即个票数正做咱生会人数的平准吼。无出席投票的会员咱一律看做是不可抗力，也是请假的人数。所以即个时阵，咱只有一遍的中级的选举过去吼，咱拢会议长讲来咱前第2遍、第3遍，不过即回只有1遍吼，请咱注意。咱伫拜六暗时5点半开始到7点半，咱会有做拜六礼拜，也是讲你拄爱拜六较有时间，你会通来教会1楼咱有伫遐来点名选领票，然后咱来考选4名的长老、6名的执事了后你要留落来伫7楼做礼拜，也是要倒转去看线上的礼拜拢会使。7点半咱就会放票柜伫过来后礼拜后礼拜8点咱也阁拍开即个选票箱，所以对8点开始到11点，即咱伫1楼领票，然后伫遮来点名，了后咱随时来选考选4名的长老、6名的执事，咱了后咱投入票柜，咱会通留落来做礼拜。也是咱会通倒转去伫厝内来看线上的礼拜。这边较特别请咱的小组咱小组长会通伫遮来通知互咱的这片的临时会员和会选举会通顺序。11点截止统计投票数，了后会交互牧师伫遮来宣布咱的投票数偌济，有成会无然后超过咱用迄个总投票数的半数，比如讲若有206咱就超过131，咱就当选安尼吼。所以请咱兄弟来注意，咱来看，搁一遍互咱看，就是讲遮个候选人目前有即10几位的人选伫遮目前有13名的人选，中间要来选出4名4位，所以请咱看者咱会伫咱的群组群组会搁遮个名单。执事的选举本来是普选总是小会要推荐遮个名单。目前有10位伫遮咱看对这10位来选出6名这是小会推荐的名单咱会通搁用无共款的方式，互咱搁看搁祈祷伫拜六也是礼拜会通用圣神来感动你选出互咱望一遍就能选出遮个名额。好，咱伫下昼1点咱有召开中执会，请咱的中执同工准时伫遮来出席伫2楼即个所在。咱总务部伫10月初10要举行即个敬老咱的教会要举行敬老所以办法礼物会互咱的在职满70岁以上满70岁以上
因为有一寡只个疫情的关系，所以礼米有一寡只个变动啦吼。迄天若有出席满70岁，不管是在职无在职吼，过去安居过吼即回有可能小可调整无共款的，迄天来恁就知啦吼。另外有即个敬老金，这是在职的拢有啦吼，在职的满70岁以上吼，这甲咱公告。这名单伫第7页吼。咱奉献的系统已经建立好势，不便来教会奉献的，咱能通过线上的即个奉献吼，伫咱的第3页就有这个方式吼。伊转销还是汇款吼，其实你即马若上网络伫遐来奉献，你就毋免搁敲电话来吼。咱会通知吼，你奉献偌济。以后通过这个QR code 也是讲你伫线上来会员会建立了后，咱透过这个方式吼，下一张吼，咱就会通伫遮来奉献，参与伫教会圣工吼咱的好处就是即摆会通连线去国税局，会通伫你报税时阵直接，你毋免搁摕迄张纸张的吼。伫遮嘛会通随时你上网络，咱的网站伫遐来查讲，你奉献的这个明细。好，这是咱伫线上的这个一个奉献的建立好势吼，咱会通好来运用，来经历上帝的恩典。咱即礼拜3嘛有祈祷的见证会，请第一区来准备，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参加有实体甲嘛有直播的即个线上的祈祷会。爱信有的讲座，咱有邀请到名文执事吼，伊家己安怎伫创立公司的过程中间有艰苦有阻挡，总是即马伫疫情面对疫情中间，上帝安怎赐福伊伫迄个艰难的中间来开道路。佫不断地扩展伊的即个厂房吼，感谢主吼，这是拜五线上的即个一个讲座。咱的即桃园教会吴富银牧师，今仔下昼3点的就任第10任的牧师，受即感恩礼拜，咱甲因祝贺吼。其他请咱家己来看，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吼，咱做伙来读2遍，做伙来。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对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佮信服耶和华甲伊的奴仆摩西。出埃及记14章31节，佮一遍。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对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佮信服耶和华甲伊的奴仆摩西，出埃及记14章31节。这是咱来准备心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若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你毋免勉强，请你用祈祷来表达出你的感恩。咱用这首诗歌伫遮来献上咱的感谢。奉献感恩的心，为着一生的体面义务，受许多事件，主耶稣基督，奉献感恩的心。生的体面义务，受许多事件，主耶稣基督，请起立。这是软弱的正最臃肿，怂恿的正最富，拢因为主。
的正罪苦，拢因为主已经做正大事，感恩，感恩，感恩。慈悲疼痛的天父，阮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是恩典满满的主。阮感谢你的真理，真做阮的帮衬，会当来跑走头前的道路。也求主你，互阮有智慧来讲传你的福音，互需要的人，真做别人的祝福。阮即时献上时间、财粮、金钱，做主圣工路用，愿主感纳。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坐落进前，彼此来照讲，咱做伙来行稳定的道路。咱做伙来行稳定的道路，请坐。咱做伙来行稳定的道路。要知影上帝稳定的道路是透过伊的话吼，伊的真理。所以这个时阵，咱要来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14章，咱要对15节来看到31节。出埃及记14章15节到31节。好，咱的 PPT 顶悬嘛有吼，咱做伙来读上帝话，做伙来。耶和华对摩西讲：“你啥事后叫我？你着甲以色列人进前去。你举拐仔伸手指海，来分开伊。以色列人要伫海中行大队，独独我要互埃及人的心意，因要缀落去。我要伫法老甲伊的全军、伊的车、伊的马兵来得到荣光。我伫法老甲伊的车、伊的马兵得到荣光的时，埃及人就知我是耶和华。上帝的使者本行伫以色列的营前下，煞来行伫因的后面。分条也对因的头前，煞来徛伫因的后面。伫埃及营甲以色列营的中间，迄边有云有黑暗，这边暝是发出光。同暝两边要三军。摩西就伸手指海，要我同暝互东风大起。河海提起，水就分开，海就成做大队。以色列人落海中行大队，水伫因的山边成做墙壁。埃及人对入因法老一切的马、车甲马兵，拢对因到海中。到天要光的时，耶和华对云甲火的条中，压落看埃及的军队，拍乱因的队伍，搁互因的车辇落恶直行。对到埃及人讲，咱着对以色列人的面前逃走，因为耶和华为着因甲埃及人交战。耶和华甲摩西讲：“你伸手指海，互水倒转来淹埃及人甲因的车、因的马兵。”摩西就伸手指海，到天一个光，海水搁照旧，埃及人逃走，水砸伫因的头前。耶和华就将埃及人车倒伫海中，水就泛流，淹没遐个车甲马兵。法老的全军缀以色列人落海个，连一个也无留地。
当时以色列人伫海中行大地，水伫因的山边，正做因的墙壁。迄日耶和华安尼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死伫海边，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对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搁信服耶和华甲伊的奴仆摩西。咱要透过这段圣经，咱来看见稳定的道路。大先咱来想看，就是对出来记一开始吼，咱来讲头前者，就是上帝互约瑟，伊本来互兄哥出卖掠去埃及做奴才吼。后来拄着法老伊有民梦，两个梦逐个才会交解梦的拢无法度解，所以伫遮透过法老王甲管酒的迄个酒政吼，伫遐来介绍推荐，然后讲即个约瑟吼，即个人会晓解梦。所以伫迄中间就为着法老王、埃及王、法老伫遐来解梦，所以伊做两个面梦，其实拢是相款的意思，就是未来因会面对7年丰收的年，过来有7年的饥荒，所以伫迄中间就安怎就讲伊会通解梦，所以法老王就提升伊来做埃及的宰相，所以伊有献真济真好的即个计策，所以伫遮互因安然度过着过来的迄个7年的饥荒。因为安尼，所以约瑟伊做了真好，管理真好，所以逐个人拢知影伊是一个真敖的宰相。虽然伊是异邦的即个人希伯来人，总之伫遮圣经伫出来记的第1章伫第8节，伫遐有讲，毋捌约瑟的王起来的时阵做王的时阵，佫看到遮以色列人有够敖生生了就随会当做工安尼所以有够勇的啦！这个以色列这希伯来人的这福音人真正粗勇佫看因一直生可能一个生双生啊，生几啊胎安尼所以讲这若生了比咱较济，咱以后毋着互管安尼。所以惊伫迄个惊的中间，就开始安怎苦待因、虐待因，互因做苦工啦所以伫遮，互咱知影讲人若毋捌上帝，伊的心就硬，然后就来对待上帝百姓伫遐来虐待因了后上帝听见遮的百姓伊的哀惨的声，所以就呼召摩西摩西嘛是上帝甲拯救啦因为要将遮的查甫囝拢甲杀死所以伫迄中间若像拄仔囡仔安尼哭人听到就安怎哇不得了甲唱了真好，总是后来囡仔渐渐大咱知影摩西伊的老母就甲藏伫迄个芦苇的篮内底放水流拄仔互埃及的公主伫遐来捡去甲伊收养。所以伫这中间，咱有看伊讲，伊就成做埃及的王子。40年，伊真侪的遮的修正也是讲有真侪遮的学习教育，拢伫王宫。了后看见有埃及人咧欺负伊的同胞，无小心甲这埃及人拍死，所以安怎开始走路啦？伊变走路走去旷野，所以伫40年中间，伊伫旷野，然后伫西奈山遐所在伫迄个山顶上帝安怎伫遮来呼召伊？所以伫看到迄个咱长老会有一个迄个标志焚而不毁。有看到刺皮咧烧，然后咧无烧掉，足奇怪。所以伫迄中间，上帝就呼召伊讲：
我有听见我的百姓伫遐咧喊喊惨的声啦吼，啊，我要叫你去哦吼，甲拯救出来。你讲啊，我也无喙水啊，无口才啦，要安怎？袂要紧吼，你讲话含慢，恁兄哥做你的代言人安尼啦吼。啊，我也无迄个气力啦，袂要紧，我互你安怎？关啊，互你有迄个官兵伫你的身上。所以因为安尼无法度搁提示啦吼。所以上帝就呼召摩西伫遐来带百姓出来急。所以伫迄中间，上帝就透过即个过程中间，咱知影法老王哪有一个互伊离开，200万的人哪有一个你去啊？啥物人要甲阮做工？所以伫迄讲主动心意，上帝就透过10个灾害，对吧？10个灾害吼，有即个蠓仔灾、啥物灾吼，到尾啊，咱看第10个灾害是啥物？大囝头一体拢死，但是这以色列人，上帝甲因讲，恁着杀一只羊仔，然后甲迄个羊仔血抹伫门埋门坑，好亲像咱咧搭啥门帘啊，春联咧门帘安尼。天使若看讲即个家庭有抹羊仔血伫门埋门坑，天使就搬过。所以迄个大囝头一体的精神就无代志，所以即个伫圣经内底叫做搬过节、逾越节吼。伫迄中间，咱看上帝安怎拯救因，埃及人的大囝就翘去吼，就死去，包括法老王的大囝。所以伫迄中间到尾啊，法老王就好啦，恁紧走啦。但是咱看走无偌久。伊心就开始变心哦，所以伫遮心意开始伫遐安尼毋愿啦，所以这是头前咱所要讲的，互咱知影讲，咱中间有无队友，伫咱知影讲，原来今仔日咱要接吼，上帝安怎引带因伫迄个难关的中间，进无步，安怎退无路，要安怎吼？所以今仔日。咱要透过这来看因安怎行出一条稳定的道路。最近咱知影伫电视即几天的新闻一直报迄个 CPTPP 到底是啥物意思安尼啦吼？其实即个是看太平洋即东岸全面进步来协调，就是伫咱的经济贸易吼。咱安怎伫遮有一个制定协调吼，免关税等等遮的吼。咱正式伫9月22吼，咱有提出即个申请。咱知影中国伫16号伊有先提出伫咧中间吼。爱经过即11个国家吼，包括澳洲、日本等等遮、秘鲁等等遮，因爱同意，咱才会通伫遮来加入。咱知影讲，咱一提出要加入吼，中国就安怎？袂使，不可以，因为你是属于我的一部分。逐工就拢甲咱恐吓，咱若逐工互人恐吓，你心肝敢会爽快？会袂？袂爽快啦，对无？咱看着迄心肝就讲，佫看着迄个喙面吼，但是咱袂使甲骂你知道？咱愈甲骂哦，伊愈歹。所以兄弟姊妹。咱甲祈祷祝福，有迄个时大大吼，心无亲像安怎？法老王遐尔硬心安尼吼，所以知影互伊认捌上帝，因为人若毋捌认捌上帝，就硬心嘛。所以咱会通用另外一个方式，甲伊祈祷祝福，互伊有一天认捌上帝，就要一天敢毋想要甲咱拍、甲咱恐吓安尼吼。这对咱的产业有啥物款的影响？其实对咱的民生。敢说有的人，你伫即个产业，拢有一寡只影响。咱有加入可能伫咱的农业，最近安怎？咱的莲雾还佫有啥？色卡啦吼，袂使吼，因为用一寡，恁有钓虫安怎？恁袂使进口哇！遮个迄个水果农着安怎？哀叫。政府着爱想办法。汽车等等遮的吼，咱若无加入，可能真侪遮的方面，包括树林、塑胶吼，遮的钢铁，遮拢会影响到咱的产业、咱的民生吼，服务业等等。
所以最近咱看为着这个祈祷啦对咱的牧业经济是有真大的影响。所以今仔咱看有当时咱进退两难走投无路的时阵，咱要哪伫遐面对？这就是以色列今仔因面对着进无步，退无路，要安怎？伫你即摆生活，你的困境中间有拄着安尼无？进无步，退无路，要安怎？上帝啊，你帮助我，还是干那伫迄中间海惨埋怨？上帝啊，我毋是信靠你，你哪会拄着遮个代志？你若我身躯有拄着遮个艰难，遮个病痛，所以有当时面对这个困难时，你是用无共款的方式伫遐面对，也是伫遐亲像以色列百姓伫遐海惨，互阮死伫这个所在伫埃及敢无蒙地嘛？所以就开始怨妒上帝亵渎上帝，佮亵渎啥？这个摩西好，咱今仔要透过这个伫遮了解讲，这位上帝要摆渡艰难，互咱通行伫稳定道路的上帝。伫咱面对确实咱生活有一寡遮困境，咱免操练伫迄个困境中间无失志，然后伫遐来信靠上帝，互伊伫遐来引带。上帝对摩西讲：你是安怎伫遐咧哀叫？其实这段圣经是人对上帝的一个祈祷，所以伫个祈祷中间，伊拄着伊领受的一个能力有得到挑战。这个百姓嘛，伫遐惊吓中间嘛讲：上帝啊，你来救阮啊！上帝对摩西讲：你为什么伫迄个中间来海惨？伫遮咱有看讲，因面对为什么伫遐哀叫？是面对三种第一种就是法老王，伊疑心是有要互人伫迄个中间来死，毋愿啊！你杀死我的大囝，杀死阮的大囝，好，阮要甲你完全甲因灭掉。所以法老王就选600只的即个真训练过的遮个马车、遮个马兵。圣经嘛讲，所有的遮个马、遮个车拢出动啊，意思就是讲哪，即回就是要互你死啦。若无我毋愿安尼所以伫这过程中间，圣经第4节、第8节嘛，甲咱讲上帝互法老王的心意啊。到底有当时咱会想讲，上帝你若安怎做？要互这个人心意来对付咱？其实你若去看迄细字，伊有写讲啥？互时另外一个叫讲出在力，任凭。这就好亲像罗马书第1章内底讲，当你毋捌认捌上帝，无要感谢伊，无要荣耀伊，上帝就安怎？任凭就是出在你。你即摆你毋知有迄个经验无？你甲囡仔囝儿是讲，伊拢无要听。特别你讲安尼袂使，安尼有危险，安怎？伊就拢无要听。到尾你会安怎？兄弟姊妹，你会安怎回应？出在你啊！有人讲较歹听，较歹做，出在你，是毋是？有当时咱就这样挡袂牢出在你意思就是讲。当上帝出在你的时阵，迄个保护离开啊，所以你就知死啊，安尼啦。所以伫迄中间，咱看讲上帝看见这个人10个灾，到尾啊伊屈服，总是即马佫安怎？毋愿，所以佫集遮个兵马车，买来杀遮个百姓。所以伫这中间，咱有知影讲，上帝为什么要互遮个百姓？你著互因直直行，哪会阁叫因倒转来？互因伫迄个巴力西分这个所在。所以伫这中间，互咱看伊讲安怎？上帝有伊的计划，人的心意要互人死，总是到尾也是送死。是死者以前百姓也死家己，死家己嘛，对无？甲你的边仔讲死家己啊！
无拢无反应安尼吼。所以伫遮，呀，即摆如果你若看14章后壁，你就知影讲，哇，当摩西的手迄个管一个举一下吼，水怎啊合起来？伫摩西甲遮百姓讲，恁毋免惊啦，恁掂掂看上帝安怎伫即个代志顶面来拯救恁，看上帝安怎伫遮拯救恁。哦，所以遮百姓你知影，因面对即款的疑心的人，结果圣经讲哦，这是法老王要死进前的最后一遍的迄个心意。所以伫遮互咱知影讲啊啦，心若意毋捌上帝，会互人的性命无去安尼吼。第二，咱也看讲，当遮百姓看到法老王，伊甲伊的军队愈来愈晚的时阵，啊，那个上帝佫叫咱洗倒转来啊吼。伫迄中间，因就想无啦，上帝你来安怎做？所以伫迄中间，以色列人夜捌看见遮个埃及人要烧活，意思就讲因得要无命。头前佫是红海，后壁有遮个军队，有缀牧师去红海吼。阮是去遐佚佗呢，去遐圣地旅游啊，所以阮的心情是安怎？啊，心情啊，真欢喜啊！总是因即摆是走路，头前无路，后壁佫想人要甲因抬。阮哥伫咧红海伫遐记，哇，开安尼吼，那像咧真欢喜咧滚耍笑安尼。总是即马，因是看到遐一堆兵来，佫无路通行时，因就开始惊吓，惊吓的中间就开始安怎埋怨。阮伫埃及敢无亡害吼，敢无亡地，就要带阮死伫遮，死伫遮意思是安怎？死无葬身之地啊！连一个亡汉嘛无。你啊看因足够爱的，民数记21章，哦，民数记21章的迄个第40到第9节嘛是讲了，因伫即个旷野中间，上帝叫因洗，因为以东人无爱互因过，所以因就洗，就开始埋怨啊。来到遮要阮死伫遮吼，就开始有迄个动蛇。所以伫遮咱来读这段圣经来。敬畏的人就是设着梦，多多我靠耶和华的，要得到安稳。所以惊吓的人安怎有迄个含气，互咱伫遐落落啦吼。所以这就是伫迄个尼泊山的所在。有对牧师去就看迄个尼泊山有一个动蛇，迄个所在就是因伫遐埋怨怨毒上帝，带阮来遮要死。所以喙足歹安尼，所以就有火蛇加了，就有人真侪巧伊。所以伫遮咱有看讲摩西就救啊，摩西足可怜的，伊拢定定爱为着以色列百姓切尻川安尼吼。所以伫遮就求耶稣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好，你去做一尾动蛇，然后因要仰望要看，就通得到医治。所以牧师常常用这救护车顶面有这两个记号。有十字架，有动蛇，迄个蛇的记号。互咱知影讲，本来是一个刑罚的记号，总是你若仰望信靠伊，即个记号称做医治的记号。所以伫遮，咱看讲，圣经甲咱讲，疑心惊吓、怨毒上帝吼。迄个时阵20岁以上的，20岁以上，咱遮头拢20岁20岁以上了嘛吼。除了约书亚甲啥物人，加勒剩的20岁以上拢死伫旷野。所以，互咱知影讲哦，咱袂使后边埋怨，拄着困难咱毋通埋怨。所以这是第二哦，惊吓的产生埋怨哦。所以咱拄去就是第一个硬的心，第二是啥物？惊吓的心，因为惊吓连续落，咱就看讲开始怨上帝，无采我信靠你，奈我拄着即款的代志。第三就是安怎？奴才成带动，奴才的心。所以伫遮圣经甲咱讲吼，对约瑟带
因全家族来到伫以色列伫迄个埃及住，安尼拢总有430年啊吼。430年拄啊开始做宰相，一定对因好嘛，对无？总是后壁大约差不多400年哦，即个新的王吼，法老王就毋捌约束啊，就开始讲哦，恁老后生吼有一空行互恁管，所以啊开始虐待因，互因做苦工，所以即个原因就是安尼来吼。所以伫遐中间有400年做奴才。你若世代拢做奴才，你会感觉讲啊，我搁安怎拍拼，拢安怎无法度改变，无法度翻身啊。这奴才意思就是讲，不管你战赢战败，你拢是奴才。所以伫这中间要拄起的，就是迄个奴才的心啊。迄个奴才的心伫遐，你也看拄着代志，然后讲阮伫遐做奴才。至少嘛有蒜啊、肉肠啊通食，最后嘛有墓地通好种，所以你要互阮伫个死伫个旷野，所以拄着困难的时阵，奴才性就带动啊，你知道？奴才性就起来。有当时嘛咧提醒咱，我搁安怎拍拼？上帝哪像无要听？无可能，无法度。所以迄款的。做的奴才的性，就伫咱中间哦。所以咱看讲，迄个结果就是安怎，死伫迄个旷野哦。所以要除掉即个奴仆的心，才会通进入到伫上帝国，成做上帝百姓。所以三个第一个义的心，咱若毋捌上帝，咱就离开上帝稳定的道路。第二啥物？惊吓，惊安怎袂着顶哦。所以无法度得到上帝的稳定。第三，即个奴才的心，奴才的心，就爱伫遐来除掉。哦，那安尼，咱来看讲，咱做来读来，因为恁毋是受到奴仆的神，你到搁惊吓，就是受到设立做囝的神。对安尼，咱叫讲阿爸爸啊。所以咱要领受的是迄个啥啊？囝的心，囝的神哦，所以咱信耶稣了吼，咱无搁再受到这黑暗关系捆绑。过去牧师甲咱三分享讲，对彼得行海面，耶稣行海面，面对这个海，面对这个困境的中间吼，知影迄是黑暗的关系。所以伫迄个中东，伫迄个近东，因的文化内底，就是对海有一种。想法就是，这拢是黑暗的关系，魔鬼的关系哦。所以伫遮上帝就提醒，互这百姓讲：恁爱倒转来到伫我的话，听我的话。好亲像咱咧看圣经，你毋通一直看，啊无要行。即摆上帝就甲摩西讲：你吩咐因行。有当时咱想讲要行迄地，头前都无路要行迄地。无可能啊！这都无路啊，要安怎？上帝爱咱做你行，哦，你祈祷你要做是我做。摩西，我互你有权柄，你用管啊击落海，意思就是讲上帝怎啊，互咱有这个祈祷的权柄。兄弟姊妹，毋是坐伫遐海惨呢，拄着困难啊，要安怎？无法度啊！起来祈祷，摩西有上帝予伊的这个权柄。今仔耶稣嘛甲咱讲，我予恁有权柄，恁伫地面上北的，伫天顶也要安怎？伫地面上透放的，伫天顶也要透放。所以真侪人因透过安尼面对这困难的时阵，开始全家起来祈祷，然后呢小组做伙祈祷。面对的艰难时，因家己去行出一条新的路。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上帝透过伊的吩咐，叫摩西带这200万的人，200万，超过200万，大细细，足无简单的咧。要伫遮讲向前行，滚酸笑，都无路要哪行，总是提醒咱行，然后恳切的祈祷。
而且运用伊上帝予伊的权柄，伊经历到啥？迄个十个灾害，上帝安怎透过伊的即款的手的即个管啊，伫遐来行奇妙的事。咱看见摩西讲，请恁掂掂，毋免惊吓，看上帝安怎为着恁来做。所以伫遮咱看上帝就命令啥？帮我按一下。命令即个风啦，大风哈，大东风，伫遐来开路，为着因伫遮来开路。上帝好亲像伊的神，甲咱三同在风，咱看伫圣经内底嘛有伫遐上定圣神的权能。所以伫遮，伊伫遮为着因来开路，面对着即个大海，好亲像黑暗的关系安尼。摩西用上帝予伊的权柄伫遐一祈祷伫，安尼记落的时阵，咱看水就开哦。这咱看讲，若看10条十诫也是讲看迄个埃及王子才就有这画面啦吼。好，咱看伊讲上帝安怎做，伫遐规暝吹，毋是一个讲我一开恁就撩落啊，无。伊一开的时阵，涂骹阁安怎？胆鼓鼓啦，掌落落啦，对无？所以伫遮安怎？上帝就将伊使者甲迄个云条吊去后壁，然后咧一边一国，对无？埃及赢甲啥？以色列赢，一边是暗的，这边虽然暗暝，但是上帝安怎？光照哦，所以遐尼奇妙。所以伫这中间，互咱看伊讲啥？上帝行伊奇妙事，经过真暝安尼吹雨打，因较袂行落安尼陷入吼。因阁有一寡只的前生，阁有一寡只的马车，所以涂骹若无打吼，因无法度行吼。所以经过真暝哦，所以咱看若圣经，咱就爱对头看到后壁哦，毋是讲一开随行去哦。上帝互因伫遐嘛有等待呢，看见讲上帝安怎用这大自然伫迄中间来固守因咯。所以伫遮要互咱了解讲人物透过这段圣经，这位上帝是掌管万行有连风连海，拢听耶稣，拢听上帝的哦。第一就是伊是守约，伊是有慈爱上帝，伊应允要带因出，就带因出。袂互因死伫迄个中间哦，除非因家硬心背逆。第三就是要对这个事件来，互咱认捌这位上帝，伊对罪爱审判是公义的。总之，一方面伊会通伫遐刑罚，一方面伊嘛拯救迄个敬畏伊的百姓。这是第二个上帝要透过这个权能，互咱认捌伊是啥物款的上帝。最后一个，咱看讲这个百姓。因伫遐看甲硬去咯，哪有即款的代志？我相信因伫10个灾害中间，甲出来及伫迄个搬过节，因拢一直经历。所以搬过节嘛是好亲像诚做因过年共款吼，因重新得到生命，然后因出来及上帝安怎引出因。但是你知影吼，迄个路在城要安怎改吼，真恶劣吼。所以，虽然因伫迄中间看见埃及人对咧落，然后死伫迄中间，一方面遮个人死伫海中，总是以色列人因却安怎会通对大地行出。但是后壁咧，因来到西奈山，因领受摩西领受10条诫的时阵，因安怎？因却伫山间40天无看，毋知死伫遐无咱来创一个啥？金牛来拜，啊，姊妹，有当时哦，咱若看无着上帝的时阵，咱就哭哭撞啊，毋知要怎做吼。所以今仔日咱有看因透过这个，因见证上帝的权能，见证上帝安怎伫迄个大自然中间来保护看顾因，也互因会当看伊讲上帝安怎的作为，因就敬畏佮信服上帝。这个。哥尼尼这位姊妹，伊过去诚做20年吼，这个导师啦吼，
伫迄个中间来学习安怎伫迄个中间来即个道士的一个课程，然后专职做师公就对啊，即个道士啦吼。其实，一个人伊的本身的环境会影响到伊的生活。伊伫出世大概100天的时阵，伊的厝边就看讲即个囡仔真古锥，就甲伊的爸母讲无我抱来饲好毋好？真正伊的爸母怎啊甲伊送互人饲？因兜也毋是讲足歹过有9个兄弟姊妹，倒倒将伊送互别人做养女安尼。所以大汉起来时，伊就感觉讲，为什么是送我互别人？所以伊心内对原生的家庭就充满怨愤、苦毒。为什么是我，毋是别人？因二兄伫遐破病，就将伊送互别人，伫迄中间互人养。所以伊真少甲伊原生的家庭有即款的一个联络。伊是住伫迄个新店的僻潭河美的所在。所以我有当时也感觉奇怪新店教会都100即马100应该是40-50年的教会嘛，马介设立的，为什么无听见福音？所以伫遮伊无听见福音，伊受即做养女因养爸的家庭无好善食，所以伊一世人伊就做苦工、做女工安尼啦。所以到伊结婚的时，伊嘛是共款，所以伫迄个中间做道士，佮互人倒100多万的笑安尼吼，所以伊心情一直艰苦，行袂出来。有一天，伊的新妇已经信主伫遐邀请我，妈你对阮来教会，每一遍甲邀请，伊就每一遍拒绝吼。到有一遍，伊的新妇讲无吼，你嘛互上帝一个机会安尼啦。伊就讲都无好，我来对你看卖意思就是要咧踢馆就对啊，要踢馆安尼吼。所以伊准备要去迄中间甲踢馆的时阵，叫一直去即间哪会无偶像通去拜安尼啦吼。然后一日做礼拜唱诗歌，伊的心哪会感觉讲过去迄个心真黑暗、真空虚。即马听这个诗歌，哪会心肝怎啊开去啊？这个所在哪会遐光安尼啊？过去伊就是心肝感觉空虚黑暗，听讲对一个新的师傅有真熬真啥，伊就去伫遐对师傅，总是伫遮。来到教会，就感觉无共。第2礼拜时，伊搁咧等因新妇甲招来，因为人拢民主问题嘛。伊新妇就甲招，好啊行。所以真正就推咧教会，1礼拜2礼拜，伊心肝愈来愈开阔。每一遍的礼拜，互你感受着讲，迄个光在甲伊相较同在。所以后来伊就伫遐来洗礼脱离迄款的过去的心肝的苦毒。后来伊伫迄中间，甲伊的原生家庭就恢复有好的即个关系。兄弟姊妹，咱看讲，当咱面对着真侪这艰难困苦的时阵，咱知影讲上帝无恶正的事，除非咱想讲无可能，但是上帝。透过圣经，互咱看见真侪人感觉无可能的，就会通伫遮突破。互人心若开，就看见迄上帝光。所以，这百姓因本来走头无路，进无步，退无路，但是当上帝透过摩西为着因开一条路的时阵，因就伫遐敬畏，伫遐。信靠上帝，顺服，然后顺服摩西的引带。因伫遐咧见证，只有上帝是权能的，是互咱会通行伫大队，行伫迄个稳定的路。今日上帝也，我相信，当你拄着困难时，上帝话嘛叫咱起来，向前行，祈祷，毋免惊，亲像摩西甲因讲，毋免惊。
请恁点点看上帝安怎伫恁的身上来行奇妙作为。我相信今仔上帝也要伫咱的生命中间，伫你所拄着的艰难困苦，要来行奇妙的事。我顶礼拜有甲咱讲，丈人拄着即款的代志，即回转去，主要我嘛有任务做一个家庭礼拜，求上帝来拄起迄个惊吓的心，吼，伫遐甲因鼓励吼。所以我发觉讲，咱兄弟姊妹家庭最近有侪面对病痛、艰难、经济，也是面对侪遮的婚姻等等遮的问题。咱需要安怎起来祈祷？后一几天明年牧师会伫遮鼓励咱，安怎咱做伙伫迄中间来祈祷，家庭两三个人，小组两三个人，安怎伫遮有一个分享祈祷，就会看见上帝要伫咱的难关的顶面有真大的突破。请咱做伙起立，咱做伙用这诗歌来回应上帝，伊对咱所要讲的话。你是我的主，因带我行正路，欢喜也艰苦，拢有你在保护。万人中只有你捌我，搁听我，永远无变的应允，这一生拢是祝福。一步搁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你听的手，看我无行错误。一步搁一步，这是不茫的路。你听的手，带我行这人生的路。是我的主，伊带我行正路，欢喜也艰苦，拢有你在保护。万人中只有你捌我，搁听我，永远无变的应允，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你听的手，看我无行错误。一步搁一步，这是不茫的路。你听的手，带我行这人生道路。一步搁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你听的手，看我无行错误。一步搁一步，这是不茫的路。你听的手，带我行这人生道路。你听的手。你听的手，带我行这人生道路。咱做伙来祈祷，主你用听的手来引带阮。虽然面对着艰难，面对着困境，但是你的话吩咐，阮向前，运用你所予阮的权柄祈祷。当阮用祈祷来到你面前，阮就要看见迄个艰难要刷开，他甲阮行稳定道路的他甲拢要伫遐拄去。愿主你帮助阮，透过你的选民以色列，因安怎一遍搁一遍来经历，伫迄困境内底，你安怎听因，为着因摆除艰难。主啊，阮面对
现时阮所拄着的这困境，你也知。所以你也透过摩西所吩咐讲，毋免惊，点点看，看上帝安怎伫阮所面对的艰难中间来行奇妙的事。主，阮需要你，伫即个阮面对着疫情，面对着侪的这经济关系顶面的困境，阮拢需要主你透过今日你对阮讲的话，拄起这硬的心，拄起惊吓的心，拄起迄个路财的心。互阮知影，阮是属伫上帝你的囝儿，阮就对你来享受逐样的恩赐。阮会通用你所予阮的恩赐，用你所予阮的祈祷的权柄来到你的面前，同心祈祷。你就透过你的话对阮讲，两三人同心祈祷，就无啥物袂通成就的。但愿救主耶稣基督属天的权柄充满你，互咱赢过这个世上所拄着的艰难。愿天父上帝以永无改变的慈爱，亲像灯牌，亲像迄个分开红海有墙壁来固守，也愿主圣神来保护看顾，互恁有敬畏的心，会通得到智慧，领受上帝的恩典，行伫上帝恩典的道路，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坐。一步，这是阮行的路，你听的手，让我无行错误，一步搁一步，这是毋茫的路，你听的手，带我行这人生道路。咱的礼拜到这，愿上帝赐咱一礼拜拢充满上帝的恩典。